食素18年，一日3餐食乜嘢？超級早機飛去清邁，上飛機前飲杯黑咖啡去水腫。暑假旺季之前，把握機會去個小旅行先。今次同玉子一齊去，一個食素，一個食肉，會揾到乜嘢食呢？機場去酒店只要15分鐘，車費仲好平添。頭2晚住依間係純素嘅 resort， 擺低行李去附近唱錢先。好肚餓，快啲去食飯。午餐揀咗呢間係米芝蓮餐廳。佢哋都有素菜 menu， 非常適合打卡嘅餐廳，所有嘢都好靚。第一餐就要先食咗泰北嘅名菜烤腮，好多豆腐好多菜，個椰汁咖喱都幾好食。食完飯行街街去打卡熱點，買下草帽同埋草袋。純素酒店嘅酒店房都幾舒服，樓下泳池超級靚，仲可以喺泳池邊食純素下午茶。我覺得啲鹹點都好好食。食完又出去打卡咖啡店，坐低冇耐開始落大雨，果然係雨季噃。停咗雨帶玉子去食素食餐廳，呢間食地中海菜，喺香港都好少食到，啲 hummus 好好食，甜品停唔到口。返酒店之前去睇米芝蓮阿婆整 roti。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